来敬拜你。让我们在这里此时的宝贵的时间，我们能够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我们来反省自己。求主你的圣灵光照我们，在我们殿中运行。我们愿意用我们的诚实，我们的心来变作馨香的祭来献给你。求主你悦纳，求主你带领。这样祷告乃是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我们用诗歌，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坐着唱，心灵粮诗选，荣耀你圣名。请我们坐着大声来唱。弟兄姐妹们，请我们站立。我们在主面前，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从真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
请坐。接着，我们要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上帝的话。我读一段，弟兄姐妹们来读一段。在诗篇31篇9到16节，耶和华，求你怜恤我。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衰败，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我被人忘记，如同使人无人纪念。我听见了许多人的财谤，四周耶和华，我仍旧依靠你。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使你脸光照仆人，凭你的慈爱拯救。以上，我们感谢主。接着，我们请坐着，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愿意为我们所居住的地方，以及我们扩展到我们全世界，我们愿意为我们所担心、为我们所关心的事情来做祷告。求主，我们愿意为中东国家、伊朗这个国家来祷告，使你的信仰能够进入在他们的文化当中，能够让他们百姓更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在这里也愿意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总会，还有我们的分会，乃至于罗东卫理堂、周明全传道，为他的侍奉，能够让他身心灵能够得到装备，为主做工。我们愿意为他来祷告，也祈求主为我们台湾这块土地，我们愿意为我们台湾各级首长他们的施政，他们有勤政，有悲天悯人的心，有共同看见为人民求福利、谋福利，在主你所喜爱的道路上走。求主帮助我们。在这里，我们愿意为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最近水情告急，许多时没有下雨，求主帮助我们这块地方，求主能够让适时的时候，求主降甘霖，让我们这块土地上能够得到你的滋润，让我们的生活能够得到方便。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也愿意用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我们最后这样，他说：
接着我们攻读上帝的话语，我们请绵绵姐妹来攻读。今天的经课在以赛亚书50章4到9节，请大家翻开教会圣经862页。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腮颊的胡须，我任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磐石。我也知道我必不致蒙羞。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接下来，腓立比书2章5到11节，请翻开教会圣经278页。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接着由我来攻读以赛亚书50章4到9节。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的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石。我也知道我必不致蒙羞。称我为义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就近我来。最后一节，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他们都像衣服渐渐旧了，为蛀虫所咬。以上，感谢主。接着我们请诗班献诗献给我们的主，我们请。
谢谢诗班，愿上帝悦纳我们的声音。接着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他今天要证道的题目叫"我心坚定"，我们请牧师。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主日来敬拜我们的上帝。希望源于何处？刚刚我们的诗班在唱诗的时候，我们可能刚开始觉得第一节歌词好像在唱圣诞节，其实他不是在唱圣诞节而已，他也唱到了受难的时候，他也唱到了复活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不是只有圣诞节才有盼望，受难日的时候也是我们的盼望，因为我们的一切罪孽耶稣为我们承担了。复活更是有盼望的，因为复活是基督复活了，他付上了代价，上帝开给他一张收据，说你的救赎是有效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罪得赦免是依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我们的盼望在这里。所以我们不再是被罪捆绑的，不再是被罪辖制的，你可以得着自由的生命，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了。当然下个礼拜才是复活节，一般教会里面过去早期不是过圣诞节，18世纪以后才过圣诞节，最早期的时候过的是复活节。但是在复活节的前3天有一个节日叫做受难日，那一天是纪念基督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受苦的日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人的受苦使全人都得到益处，使全人类都得到益处。一个人的受难使全人类都得到祝福，使全人类都得到盼望。所以牺牲对我们基督教信仰来说，它不是一个苦，它是一个喜乐。在这样的一个付出当中，牺牲中享受到了那样的一个喜乐是不一样的。一个人的受苦使所有的人都能够得到盼望。愿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纪念基督受苦的时候，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盼望，耶稣为我受苦，使我能够活出新的生命。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只是一个笑话，千万不要当作是真的。这个有一个男生，他有一个很讨厌的女同事，因为这个女同事常常要跟他借东西，所以有一天这个女同事跟他讲说：这个同事啊，请问一下，可不可以借我一下你的这个计算机啊？这个男同事他因为心里很不高兴，他就跟这个女同事说：对不起，我的计算机坏了。然后这个女同事又跟他借说：请问一下，你的这个笔电可不可以借我？对不起，我的笔电坏掉了。然后要出去跑业务的时候，这个要骑车的时候，这个女同事又问他说：你可不可以摩托车借我？这个男生又跟他讲说：对不起，我的摩托车坏了。然后这个女生就说：你怎么每一个东西都是坏的？这个男生跟他说：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呀。听得懂意思吗？男生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但其实他只是为了要挡住那个女生不要跟他借东西了啊，大家不要当作真的。但是求主给我们智慧，有时候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智慧，是面对一些人家给我们的一些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用幽默跟智慧的方式去回绝人家。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举起圣经，让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刚我们说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有一个人他2条腿都没有了，但是他还有什么样的东西？这个我觉得最近我看到这张图的时候，让我觉得有点励志。知道那个励志是什么？有没有注意到他的脚都没有了？有没有？他脚都没有了，他居然还可以攀岩。你知道我们这种叫做手脚健全的人，不一定还可以攀岩，居然他这个脚都没有的人还可以攀岩。如果这样的斗志法，我们还有理由可以去放弃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哪一个东西比他少，我们全部都是很健全的。所以当你看到别人有这样的毅力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拥有的比别人还多。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我没有人家的优势，我没有人家的能力，我没有人家的才干。这个人恐怕连2脚都没有，但是他还是继续的往上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也许你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的盼望是在于我们的上帝。求上帝给我们有盼望，有那样的勇敢跟信心，即使什么都没有，反而我们是有更大的能力可以来做这些的事情的。好，所以我们要开始要进入到一个特别的时段，就是棕树主日。今天是棕树主日，如果各位看圣经里面的话，其实棕树主日代表这一周过去之后，就是我们想要讲的叫做受难周的开始。这个主日之后就是受难周的开始，耶稣要进到耶路撒冷城，要进入到这个要受死的阶段，所以他明知山有虎，却偏要向虎山行。你可以想见一个事情是，没有人那么笨的，没有人是那么样的不聪明的，他想要去往那个死的路走。大家都想要往活的路上走，但是耶稣却要往死的路走。如果耶稣没有死，我们就不能活了。耶稣如果没有死，我们的生命就没有盼望。耶稣如果没有死，我们就还仍然在罪的当中，所以他必须要死。这个是耶稣要上十字架的理由，他必须要死。所以棕树主日代表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城的一个开始。当然耶稣成为人的王，成为我们当中的王，成为我们的这个信他的人的王，成为甚至是全地的王。耶稣是王，但是他却要忍受这样的痛苦。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的图，各位可能会很清楚看到，在福音书里面常常会有这样的描述：耶稣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城，众人拿着棕树枝在那里，和散那，和散那，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各位可以想见一件事情是，耶稣不是骑着战马进来的，耶稣不是一个杀戮的君王，耶稣不是一个战争的君王，耶稣却是一个骑着驴驹进到耶路撒冷城的君王。很多人说骑驴子跟骑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过去如果你是一个将军，你是一个王，你要进城的时候，如果你今天要进到那个比如说像欧洲有所谓的法国有所谓的凯旋门，你要进凯旋门的时候，你都是骑着战马进去的，表示我已经战胜了，我已经征服了这个地方。但是骑驴代表一个什么样的意思？骑驴代表的意思就是他要成为一个服苦的王，他要成为一个受苦的王，他要成为服务别人的王。他今天不是以战胜者的姿态进到这个城里面，他反而是要成为众人的仆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王骑着驴驹进到城门里面来，当他进到城门里面来的时候，他知道他的任务就是要服侍世上的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荣耀的王却成为服侍人的仆人，这才是圣经里面所表达的权柄的意义。权柄大的人是要服侍弱小的人，拥有权柄的人是要服侍卑微的人，他要成为服苦的仆人，而不是以战胜者的姿态去赢过别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过复活节的时候，当你在过受难日的时候，当你要迎接你的王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你的王是一个战争的王，是一个杀戮的王，还是一个愿意服侍人的王？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邀请那一位服侍我们的王进到我们的心中。很多时候我们常常都希望耶稣为我解决事情，耶稣为我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得胜，但是我们却没有让耶稣真正掌权在我们的心里面。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把我们的心交在主的手中，让那位服侍我们的王，让位愿意为人受苦的王也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也生发那样的爱心去服侍跟服务别人。所以基督有三重的身份，可能各位都有听过，很多在课堂上面都会听到这样的一个内容。基督是先知，他透过教导来教训弟兄姐妹，来教训我们所有这些信他的人。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语，透过耶稣基督的传达，让我们能够知道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他有先知的角色，他同时是祭司的角色，他同时成为为人献祭的那个祭司。所以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施恩宝座前，要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但是他同时也是我们的王。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各位知道早期的王他其实是很有权柄的，从最大的事到最小的事都是要由王来管理的，都要由王来认定的，都要由王来掌权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常常说上帝是王，耶稣是主，
我们有没有真的把他当王，还是真的把他当主，还是我们在跟他抢，叫做指挥权，谁才是老大，谁才是应该要做主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跟上帝在抢指挥权，上帝你乖乖坐在旁边，我做事就好了，你跟着我，你支持我就好了，你当我的 backup， 你做我的支持就好了，其他的事情我来决定。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是不让耶稣做主，不让耶稣做王，但是我们口里面却常常说耶稣是主，耶稣是王。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十诫里面有一条诫命说什么？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当我们说耶稣是主，当我们说上帝你是我的王的时候，但是我们却不让他掌权，不让他做王，其实我们就已经在妄称上帝的名。愿上帝帮助我们，妄称上帝的名不是只是说Oh my God， 不是只有这个，而是要说什么？我是不是很认真的、真实的把我的主权交在上帝的手中？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当然，耶稣是王，耶稣是主，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的。包括以色列人，他们有很多人，他们到现在还是不能够接受耶稣是王，耶稣是主，所以他们还在等待跟期待那个弥赛亚。但是你知道，耶稣已经成为你的王，成为你的主，在你的心里面。愿上帝帮助我们，他来到，他带着一个不同的、与世人所想的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景况跟目的来到我们当中。耶稣来，他不是成为一个战胜的君王，当然他未来他要成为一个得胜的君王，但是他来，他要成为服务人的，他成为服侍人的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这一位王住在你的心里面，让你在服侍的当中，让你在侍奉的时候不觉得是羞愧跟羞耻的，因为那位服侍人的王是透过服侍让我们得祝福得帮助的。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透过服侍的时候，也许我们的服侍不一样，有的人在诗班里面服侍，有的人是在后面当招待的，有的人是当音控的，有的人是不一样的服侍跟侍奉。我们的每一样的服侍跟侍奉，因着我们的牺牲，以至于别人得祝福，因着我们的牺牲，以至于别人得帮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里面跟社会要反过来，是服侍人的才是大的。在教会里面，服侍人的人才拥有权柄，服侍人的人才是最伟大的。我们最近教会里面有一位姐妹，她是我们当中的打扫的一个妈妈。我在楼下有时候会做一些功课，或者是有时候会跟一些弟兄姐妹在那边谈话。如果她要拖地的时候，我都必须要站起来。为什么？因为她要执行她的工作，她要打扫跟整理，所以权柄来自于你的服务。他为什么可以叫牧师站起来？因为他要服务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的权柄在哪里？你的权柄来自于你对人的服务。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圣经里面给我们哪些的教导。有关今天的教导是一个很特别的，我们来猜一下这个人到底是谁？是先知他自己？圣经里面这段话语是先知在讲他自己，还是在讲耶稣呢？还是在讲哪一个人？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我们来念一下第4节的地方，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第4节有一段话语，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节圣经，一起念来。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辅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第4节的地方有没有看到有一个东西重复的出现2次？有没有？那个人是谁？知道吗？有看到吗？受教者的什么舌头，对不对？还有什么受教者的耳朵？好，各位知道受教者是什么意思？知道吗？学生啊，学生是要听话的，对不对？听老师讲话，所以他要有什么受教者的耳朵。但是各位，什么叫做受教者的舌头？知道吗？好，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是当过兵的。各位知道，在军中有一种这个长官在讲话的时候，有一个东西是要去做的，这个事情叫做附送，知道吗？附送是什么意思？知道吗？长官讲什么，你就要讲什么，那个叫附送，听得懂意思吗？好，所以受教者的舌头是指什么？长官说什么，
我就说什么。所以他在讲的意思是什么？上帝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上帝说什么你就说什么？还是上帝说什么，我就另外讲别的话出来？各位知道，在那个台湾话里面有一句话讲，叫做“假米的减，假话的加”，听得懂那个意思吗？记东西会少掉，但是记话语会怎么样？会多出来的。好，所以受教者的舌头其实是什么？老师讲什么，我就讲什么。受教者的舌头是什么？上帝讲什么，我就讲什么。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所以很多人以为说，原来我们的信仰里面有很多东西是上帝说什么，我必须就要跟着上帝的话来说，而不是照我的方式来去解读，来去解释这个东西。在创世纪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这样，当夏娃在面对这个蛇的引诱的时候，蛇说，上帝岂是真说你们吃那棵树上的果子就会死吗？所以让那个话多了很多的东西出来，从肯定句变成了疑问句，甚至到后来夏娃也讲了一个东西，他说什么？上帝说这个东西是不可吃也不可摸，可是上帝明明说你不可吃而已啊，他连这个都在把它加一点东西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受教者的舌头是指上帝对我们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这一段的圣经，它不单是在讲先知他自己本身，他也在预言要受苦的基督，但是同时也在讲我们现在的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说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就是你是像耶稣的人，所以你是像耶稣的人，耶稣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耶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耶稣怎么行我们就怎么行。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照上帝所行的去行，而是我自己要增加或是加添些什么。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是可吃的，是我们生命的供应。所以我们有没有让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让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来彰显出来，完全按照他的话，按照他的生命来活，来这样的一个做任何的这样的事情。所以第5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第5节第5节的圣经，我们来念一下第5节，一起念来。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上帝的话进入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当上帝对你说话的时候，你有没有听进去，而且有没有违背，有没有退后？这是我们需要去反省的。我们有没有把上帝的话打折了，或是把上帝的话给曲扭了？这是我们需要去反省的。主开通我的耳朵，我们有没有去顺服，照他的意思来行？所以关于圣经，有的人去读，但是却不明白，明白了也不想去相信，相信了也不想去顺服，这是我们常常有这样的通病。我们知道上帝的话是对的，可是我不想去这样做，因为我想要照我的方式去做。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然我相信每个人在执行上帝的话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的困难。曾经有一个弟兄，他很认真的，那天讲完了道的时候，我讲了一个东西叫做我们要爱人如己，包括爱你的仇敌，甚至是爱你的同事，爱你身边的人。我们那个弟兄他很认真的，真的回去执行，但是下一周的时候他回来告诉我说，牧师啊，你说要爱我的同事，我要爱我身边的人，可是我看到他我就爱不下去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很感动，是他真的把话听进去，他想要去做，但是他做不到，至少他试过，他知道他做不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真的把上帝的话听进去，然后去执行去做的？做不到没有关系，做不到表示什么？表示我们需要靠上帝的能力，而不是靠我自己，靠我这个天然人，我没有办法去爱这个人，我根本恨他恨得要死，我为什么要爱他？但是如果我能够做到，那是谁做的？是上帝在我里面做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信上帝很简单，其实就是我做不到，是上帝做的。我如果能够这样对你，是上帝做的，不是我。所以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夸口说，你看我多厉害，我可以怎么样做怎么样做，没有。我知道我做不到，
是上帝帮助我，让我可以这样做的。我们若读圣经，不只是要蒙光照，也要蒙洁净。所以上帝帮助我们，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光照我们，把我们里面那个黑暗的地方显出来，同时他也洁净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成为蒙洁净得祝福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让上帝的话进入你的生命里？还是我们叫做好像在剪一块布一样，我剪一下，这块布是我要的，其他的我不要。上帝的话好像一块布一样，我们常常是剪了那一块我想要的，然后其他的我就不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若读圣经，不但要蒙光照，也要让上帝的话来洁净我们。所以圣经里面今天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事情是，当有人要去照着上帝的话去做的时候，不是凡事顺利的。生命中的挑战不是只是为了要加强我们的信念，也不是为了要加强我们的信念，不是为了要击溃我们。所以有时候可能我们会遇到一些的困难跟难处，上帝透过这些的困难跟难处，反而是要增强跟加强我们的信心。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先知他所写的内容里面，这个人他遇到了什么样的状况。第6节，我们来看一下第6节的地方，是一段很精彩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第6节，一起念一下第6节，一起念来。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亲爱的弟兄姐妹，看到这一段话的时候，你应该知道这个人是谁了。耶稣在受苦的时候，当人打他，当人拔他的胡须，当人羞辱他，当人吐他口水的时候，他说他并不掩面。亲爱的弟兄姐妹，看起来以赛亚先知好像在写他自己，同时他也在写基督怎么样去受苦，他也在写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当你信主之后，不是一帆风顺的；当你信耶稣之后，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很顺利平安的。有时候你要去执行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还是会受苦。特别我们最近叫做这个清明节的时候，很多人要回去信耶稣之后，你要回去你的家庭的时候，有很多的挑战就马上就出来了。因为有很多人说，你这个信耶稣的人真是太不孝了，你怎么可以信耶稣不拜你的祖先呢？你怎么可以不去这个慎终追远？你怎么可以不去跟大家一起来崇拜你的祖先？你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你会遇到很多的打击。你知道什么是对的，你知道我应该要爱我的长辈，要疼惜我的家人，但是不是在他死后，是要活着的时候。但是谁理你？没有人会去觉得你的想法是对的。很多人会告诉你说，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就是这样做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人打你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人拔你的胡须的时候你怎么做？人吐你的时候你怎么做？人羞辱你的时候你要怎么做？你的生命当中可能会删掉很多很多的东西，可能有很多的事情不如你所想象跟期待的。上个礼拜这个义文牧师在这边分享的时候，刚好我有机会在楼上带青少年。其实如果可以的话，我很喜欢带青少年，因为我觉得带青少年充满很多的挑战，也充满很多有趣的事情。我给他们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孩子、年轻人，我给他们有一张考卷，当然不是真的考试了，我没有真的要考试，给他们一张卷子，上面有很多的选项，我请他们选出人生当中你觉得必须要有的10项的东西，然后他们从这一个框框里面选出了10样的东西，是他们觉得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当然，考试真的来临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是什么样的意思了。人生总有不顺利的时候，人生总有困境，人生总有困难的时候。如果当你遇到一些困难跟困境的时候，要从这10项里面去删一些东西的时候，你要删掉什么？你会删掉什么样的东西？你会存留什么样的东西在这10样东西的里面？最后给他们的挑战就是删到最后只剩2样东西，你要选择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我很感动，是我们的年轻人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更近前，跟超过我们的期待。这5个年轻人最后选了2样东西，当然每个人不尽相同，但是有一个东西是共同的，他们选了一个东西叫做信仰。
当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也许有一天爸爸妈妈会离开你，也许有一天你的太太会离开你，你的先生会离开你，你的健康会离开你，你的所有的东西都会离开你。但是你最后剩下的2样东西，你要选什么？我们的孩子选了信仰，这是共通的。每一个人其他的不一样。有的人说我还希望要能够拥有房子，有的人说我还希望要拥有金钱，但是最后的一样东西就是信仰。当我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仍要留住我的信仰。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当中很多东西没有的时候，你要留住什么？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去了解，有很多东西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但是当所有东西都没有的时候，你还要留住什么？上帝有时候让我们经历一些破碎，但是破碎之后，他要大大的来赐福我们。这个上帝的仆人，他经历到的苦难跟困难是极大的，因为很多人吐他口水，很多人羞辱他，很多人去打他的背，很多人去拔他的胡子。但是这个人他被破碎了，上帝仍然祝福他，让他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人。他即使在遇见这些难处困难的时候，他仍然坚定，心里没有动摇。我们来看一下第7节的地方，第7节的里面，这个上帝的仆人他说了什么样的话？第7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7节一起念来：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石，我也知道我必不致蒙羞。亲爱的弟兄姐妹，依靠什么让你最后不羞愧？依靠什么让你最后仍然能够坚持到最后的时间？以色列人他们用2000年的时间去证明了一件事情：拥有的财产有一天会过去的，拥有的资源有一天会过去的，甚至拥有的国家有一天也会不见了。但是唯有一个东西是不会没有的，因着他们的信仰，在1948年的时候，他们终于又再一次的恢复他们的国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必不羞愧。一个羞辱了2000年的民族，到最后的时候，他们恢复他们的荣耀跟光荣。然而上帝仍然恩待我们。有时候我们碰到很多的困境跟难处的时候，也许人家真的羞辱我们，伤害我们，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坚定我们的信心？靠上帝，我们仍然站立得稳。上帝的工作，也许人出于不信不能领会，但是很多事情也许人也不了解。然而上帝所做的事情，到最后都显明他对我们的爱跟他对我们的心意在哪些地方。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也许有很多事情我们现在不了解，但是我们相信上帝要做奇妙的事在我们当中。所以最后我们来看第9节的地方，他这里提到一个事情，是这个仆人，这个上帝的仆人，他怎么样站立得稳？他说：上帝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别人会定罪你，也许别人会说你做得不够好，也许别人会告诉你说你不完美，或是告诉你说你有很多东西你还做不到。但是主要帮助我们，主若帮助我们，谁能定我有罪呢？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在上帝面前我们坦然无惧。也许别人会给我们框罗一些的事情在我们身上，或是给我们很多的压力重担，或是给我们很多的指责，但是主耶和华帮助我，谁能定我有罪？很多时候我们会处在窘迫之中，上帝永远是良善的，时机虽有不济，上帝永远是良善的。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的上帝是良善的。在英文有一句话里面叫做什么？ God is good in all the time. In all the time, God is good. 上帝是好的，在所有的时间里面，上帝的时间，所有的事情都是好的。也许明白福音的人，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的信仰跟你的生活是格格不入的，有很多人的价值观跟你是不一样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一个以按照福音来生活的人，会学习谦卑，但是不是胆怯的。我们会在每一件事上学习谦卑的功课，我们会知道有很多事情我们还不懂，有很多事情我们还需要学习，但是我们不胆怯。上帝给我们一个不胆怯的心。也许我们很多人会碰到一些的责备、挫折、难处，但是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谦卑当中学习美好的功课。
昨天我们在小组聚会的时候，昨天有一个雅比斯小组，我们在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她提到她生命当中的痛苦。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希腊文里面痛苦跟学习是同一个字，痛苦当中有学习，学习当中有痛苦。所以如果你在痛苦当中，要感谢上帝，是上帝并有一些东西要让你学习的。当你在学习的时候碰到困苦、碰到痛苦是很正常的，因为你必然会得到上帝给你极大的学习的一个成果。好，看下一页。好，所以罗马书的第8章31节他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若帮助我们，也许困难很大，也许这些的伤害很大。大卫要打赢歌利亚很困难的，一个身材相差将近一个成人高的这样的距离，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个年轻人要打赢身高至少比他高2倍的这样的巨人是很困难的，但是他依靠的不是刀枪，依靠的不是他有什么样的武器，他依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若帮助我们，有谁能抵挡我们呢？钟马田这个医师他说什么？他说人最伟大最崇高的时候，就是他跪下来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不比人家高，也许我们不比人家身体强壮，也许我们没有人家的资源，也许我们没有人家的厉害，但是当你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上帝就把你提升，以至于你能够高过你四围的仇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害怕你要面对的难处，也许在这一年当中，你要面对一些的事情是超过你的期待跟想象的，但是上帝要使你高过你的众仇敌。所以戴德生这样说：如果我们肯顺服主的时候，该负责任的是他，不是我们。所以把责任交在上帝的手中，不要把责任自己扛，因为上帝才是为我们扛所有责任的。所以凡事交在上帝的手中，上帝必然会带领我们。好，所以今天有几个东西从经文中给我们的几个教导。第一个，靠上帝的话使人可以得到坚定。有时候我们觉得信心不够的时候，觉得我们软弱的时候，常常让上帝的话进入你的心里面，让上帝的话进入你的里面。当然上帝的话进入你的里面，前面提到说要有受教的耳朵，还有受教的舌头，让我们不是只有表面的顺服，而是真心的回应，而且是真心的能够来顺服上帝的话。圣经里面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再大的困难，再大的试探，要依靠上帝的话来得胜。耶稣在遇到试探的时候，碰到最困境的时候，魔鬼来挑战他的时候，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依靠的不是自己多厉害，而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在我们的里面，上帝自己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他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上帝成为你的生命，你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活，就有大能复活的大能在你的里面。第二个，痛苦的经历使人坚定。痛苦有时候往往让我们学习另外一个忍耐的功课，让我们能够从忍耐当中增加我们的力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说，好像遇到很多的事情，上帝给我们学的功课，有时候往往是增强我们的力量。不一定我们要把事情做得很完美，但是上帝有时候往往给我们有机会训练跟学习我们的耐心。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家里的太太很难搞，你的先生不听话，你的孩子不太听你的话的时候，那是我们学习忍耐的功课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忍耐别人很容易，好像我忍耐所有的事情很容易，但是跟你最亲近的人，你能不能够忍耐他，那是一个更真实的情况。所以我很感谢上帝，上帝有时候让我们学习一些功课，往往不是从外人给我们的，往往是从最亲近的人给我们的功课。愿上帝帮助我们，痛苦的经历使人学习坚定。我们可能会为玫瑰花感谢上帝，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为玫瑰花上的刺
感谢上帝，因为我们大概会觉得那个刺是不喜欢的，但是如果没有那个刺，就没有那个漂亮的花。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为花感谢上帝，但是也为刺感谢上帝。求上帝怜悯我们，让我们遇着被逼迫凌辱、被困苦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软弱，我们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上帝的能力什么时候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他就要增强我们。所以 C.S. 路易斯这样说，痛苦是上帝的扩音器。有时候我们听不到上帝的声音，最近有一些弟兄姐妹跟我讲说，牧师，我听不到上帝对我说话。有时候苦难跟痛苦是上帝给我们的扩音器，我们会从苦难跟困苦当中听到上帝对我们说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现在很痛苦，可能是上帝对你说话的时候，你要记得听到上帝对你的说话。第三个，上帝的同在使人坚定。上帝帮助我们，也许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事情做不到，刚提到了你要去爱别人，你做不到，但是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就能够这样去做。上帝拣选我们必然有他的目的，有他的理由，所以也许上帝把你放在黑暗的里面，上帝把你放在很多不光明的地方，上帝把你放在很多的痛苦里，但是上帝拣选你放在那个地方，一定是有他的目的跟用意的。所以你如果愿意被上帝来使用，那么你将要经历更大的谦卑跟卑微。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指的不单是先知以赛亚先知本人，指的不单是指耶稣基督，也在指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也都要经历到这些的事情。耶稣说，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学生不能大过先生，因为主人怎么样，仆人就会怎么样，老师怎么样，学生就会怎么样。耶稣所经历的也是我们要经历的，所以也许我们会受到一些的凌辱、逼迫或是伤害，但是上帝让我们在谦卑之后，要更大的赐福给我们。主会给我们恢复跟医治，当我们受伤的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他要弯下腰来温柔的医治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觉得只有你一个人在面对，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去关心受苦的人。基督承担我们的苦难，我们纪念基督的受苦，同时我们也纪念在受苦当中的人。有许多人他们并不像我们一样那么样的自由，很多人并不像我们一样那么样的丰盛，也许很多人并不像我们一样那么样的满有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也纪念那些在困苦当中的人，因为我们也曾经困苦过。愿上帝帮助我们，上帝的温和医治我们跟恢复我们。所以最后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勉励，就是那位为我们的比一切反对我们的更大。也许你现在碰到的难处很大，但是在我们里面活的比在世界的更大。有时候会为主受苦，你的信仰会为主受苦，但是当你受苦之后，你要经历的是更大的祝福。我记得曾经我在一个长官的手下，在一个老板的手下受了很多的苦，因为这个老板他要求我做一些不是合乎正确的事情，这也挑战了我的信仰。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很多工作的时候，会碰到这些的难处，就是老板叫你这样做，可是你知道这不是我应该要去做的，这是我不能做的。特别是当他告诉你要去做一些假的东西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为了这样受苦。我确实为了这样的事情，在那段工作的时间受了那样的苦，但是到现在，当我听到我以前的那个老板他现在的情况的时候，让我心里又有不一样的感受。或许那个时候的受苦真的是受苦，但是那个受苦是有代价的。现在我这个长官，现在我这个曾经逼迫我、伤害我的这个人，他受到的苦更大，他甚至是被更大的这样的一个拒绝，甚至是被公司给裁掉了。我心里面很难过，他曾经是我的长官，但是当我坚持的时候，我知道我在他的手下受苦，但是上帝给我的祝福超过以前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现在也在经历那个受苦，愿上帝帮助我们。当你坚持有一些事情是对的，必须要坚持的时候，像今天的经文里面讲的，他必须是要把他的脸像坚石一样硬起来的时候，你必须要为了信仰做坚持的时候，或许是痛苦的，但是上帝帮助你
让你有力量来面对这些的苦难跟困难。你会相信看到上帝在后面做了超过你前面的事情。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帮助我们在苦难当中，让我们学习顺服。耶稣怎么样在苦难中学习顺服？愿你也帮助我们在苦难中能够学习顺服。许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也是我们所不愿意的。但是主，我们相信没有一件事情不经过你就临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在受苦的当中知道，不是我们在这里孤单，是基督你与我们一同受苦。也让我们在受苦期、遇苦期的时候，让我们进入基督的苦里面，也能够去体贴这些受苦的人，让他们能够知道，不是他们一个人来面对，是有许多的人跟他们在一起。施恩来看顾我们，让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知道什么样的东西增强了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有更美好的学习。施恩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经历在主的里面靠主得胜的经验。愿你恩待我们，坚固我们的心。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用以赛亚书第50章第5节，我们念2遍来回应今天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我并没有违背，也没有退后。以赛亚书第50章第5节，感谢主。接着我们用十架为我荣耀，我们来回应今天所讲的讯息。诗歌唱完，请献诗的同工到前面来，请诗献对不起。十架为我荣耀，心灵灵祥诗选第491首，请我们坐着唱，我们大声来唱。起立，我们唱着唱，我们起立。第4节我们唱着唱。我愿一别无所挂，难挂救主十架，世界为我已经是。
然站立，我们请同工视线的同工到前面来。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那么弟兄姐妹聚集在这里，领受你的话语，唱你所喜悦的歌曲。我们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现在我们愿意奉献金钱，做教会圣工所使用，求主悦纳。这样祷告完全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接着我们问安差遣，我们来唱《成为一家人》。唱到副歌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握手问安，请。我们成为一家人。好，谢谢，请坐。接着教会事工报告跟肢体消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简略的报告。
在报告之前，我这边我要介绍2位新的朋友，一位叫王千轩，一位叫邱淑女。念到你，请你站立，请你起立。那我们欢迎你。好，欢迎你，欢迎你。好，欢迎。请我们看教会消息。我们看第4个第四主日后11点40有出信受洗转入课程，有意愿在4月4号复活节受洗或转入的弟兄姐妹，欢迎来上课，地点在601教室。已报名受洗的名单请我们自己参阅，请为他们信心增添，靠主得胜祷告。接着我们看第5， 4月2号，也就是礼拜5晚上7点半，有受难周祷告会，邀请弟兄姐妹预备心来参加。当周四的查经祷告会就合并跟周5受难合并在一起。接着我们看肢体消息，请为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很多身体不舒服需要治疗我们为他们祷告，为他们代祷，求上帝医治他们，赐福给他们。等一下11点半我们在副堂有如君姐妹所分享的诗歌，如果诗歌欣赏，如果没有什么事情可以留步，继续到1楼的副堂来参加诗歌的分享。以上，牧师有没有补充？好，弟兄姐妹，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礼拜5的我们的受难周的祷告会跟平常不太一样因为按照一般教会的传统是受难周的晚上每一天都会有祷告会，那但是因为大家工作上还有生活上的需要，所以我们没有这么样的就是频繁的在晚上有这样的祷告聚会。但是礼拜5的晚上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刻，那是一个纪念基督受难的时刻。那我们这次的祷告会类似有点像天主教的泰泽的祈祷的方式，但是也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特殊的特别的方式，它其实就是在安静当中的一个沉思跟祷告，所以里面没有任何的讲道，没有任何的这些的其他的内容，只有祷告跟唱诗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能够预备心，如果你时间上许可，欢迎你礼拜5的晚上，我们能够一起来到主的面前，然后把我们的一切的重担忧虑卸在主的面前，也与主一起进入那样的一个遇苦期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受难的时候，然后也纪念那些在苦难当中受苦当中的人。那礼拜天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受洗跟转入的礼拜，那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要转入跟受洗，那我们也为他们祷告。其实要能够信上帝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也许可能会觉得很容易，可能很多人信耶稣很简单，但是事实上它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所以请为这些要受洗跟转入的弟兄姐妹，为他们信心坚固祷告。那期待我们能够透过复活节的主日，重新我们得着那个复活的力量在我们的心里面，愿上帝来帮助我们。那当然我们也会在当天发送复活蛋给我们的弟兄姐妹，那请大家要珍惜我们所给的这个复活蛋，也许不一定它是叫做这个很华丽的那个包装或是什么，但是希望领受到之后能够记得那个复活的意义，同时也期待弟兄姐妹最好能够把它送给你觉得希望他能够得这个祝福的人。因为我们每一年我们都吃复活蛋，我们其实每一年都有领受到那个复活蛋，但是我们很少去送给别人所以如果假设你已经拿到了，那请你能够在今年做一个事情，就是送给你觉得你心里面最希望能够跟他接触，
更希望跟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连结的这个人，你能够送给他，也许是你的家人，也许是你的朋友，期待我们能够把这个复活蛋送在他的手中，让他感受到在复活节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喜乐跟平安，还有重新的新生的力量。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请我们一同起立，我们领受上帝的赐福三一颂。请牧师。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愿你将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信心坚固，靠你得胜，每一天有平安喜乐随着我们，让我们常住在基督里，基督也常在我们的里面。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请坐，在殿乐中，请为今天肢体消息和教会事工代祷。1楼副堂来参加诗歌欣赏，谢谢。